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懸案錄》。想像一下，你身邊有一位識咗30幾年、一齊長大嘅小學同學。喺你印象中，佢係個正當生意人，一個日日接送仔女返學放學嘅好爸爸。但有一日，警察揾到你，要求你辨認一張通緝令。你先驚覺呢個咁老實嘅男人，竟然係10年前喺吉林將2名女子肢解，衝入下水道嘅殺人魔，手上仲背負住另外8條人命。最戲劇性嘅係最後親手將佢推入法網嘅，竟然就係你嘅一眼認出。故事要由2002年9月11日講起。吉林市船營區一個平凡嘅下晝，喺一棟普通嘅居民樓入面，2樓住戶發現屋企嘅下水道嚴重淤塞，仲不斷湧出一股難以形容嘅惡臭。住戶以為只係普通塞渠，就請咗通渠工人嚟幫手。工人用工具疏通期間，水管入面竟然衝出咗大量碎肉，當中仲夾雜住一啲形狀極之似人類手指嘅組織。工人當場即刻報警。警方封鎖現場後，將整段下水道管道拆開，發現入面塞滿咗被刻意切碎嘅人體組織。呢啲組織被切到非常細碎，細到可以輕易通過一般嘅排水口。正係因為碎肉入面嘅脂肪同組織長年累月堆積，最終導致水管徹底堵塞。呢單駭人聽聞嘅碎屍案先至會曝光。經過法醫同技術人員嘅初步化驗，證實呢啲殘骸屬於2名報稱失蹤嘅夜場女子，而當時租住喺案發單位嘅1男2女，早喺下水道堵塞之前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現場只留低咗一啲經過清洗但仲殘留血跡嘅菜刀、鋸片同分屍工具。呢一刻，警方意識到佢哋面對嘅唔係一般嘅情殺或者仇殺，而係一個有組織嘅職業犯罪團伙。主犯楊樹斌本身性格外向，識講說話，早年就已經出入各種娛樂場所，對夜場運作相當熟悉。而佢身邊嘅人亦都唔係隨機湊合嘅。被控結楊樹斌女朋友，2人關係密切，長期一齊生活。佢唔單止知情，仲逐步參與其中，負責安撫受害者，降低戒心，有時甚至會幫手演戲，令對方誤以為自己處於安全環境。張玉良則係後期加入嘅同伙。佢同楊樹斌係透過社會關係認識，性格較為沉默，但執行力強，主要負責體力工作、看守、施暴，甚至處理屍體。吳黃葉則扮演另一個關鍵角色，資金處理。佢唔一定直接參與殺人，但會協助轉移、提取贓款，確保資金唔會被追蹤。呢幾個人背景唔同，但慢慢形成一種微妙嘅利益共同體。一開始可能只係詐騙、勒索，但當第一宗命案發生後，反而越陷越深。於是呢個團伙開始變得越嚟越默契。分工清晰，有人負責引誘，有人負責控制，有人負責處理金錢，有人負責善後。而楊樹斌永遠係中間發號施令嘅嗰一個，佢唔需要親手做每一樣事，但每一步都喺佢計劃之內。之後嘅作案模式幾乎變成一條流水線，佢會出入夜場，鎖定目標通常係收入高、警覺性較低，又願意跟客人外出嘅女子，再用金錢同甜言蜜語引誘對方返到住所。一入門口，等待佢哋嘅唔再係客人，而係一個早已準備好嘅陷阱。受害者會被迅速控制，之後長時間囚禁，期間被逼聯絡親友、轉賬、提款。團伙成員輪流看守，確保冇任何逃脫機會。當價值被榨乾，結局就只有一個。之後屍體會被拖入浴室，分工再次啟動，有人負責肢解，有人清理，有人處理水管。整個過程冷靜有序，幾乎冇情緒波動，就好似只係一份普通工作。案發之後，呢個已經高度分工、
系統作案嘅團伙迅速消失，但佢哋並冇解散，相反選擇一齊逃亡，因為對佢哋嚟講，分開反而更危險。每一個人都掌握住彼此嘅罪證，一旦有人被捕，其他人就全部完結。所以大約喺1999至2002年犯案之後，幾人一路北上，最終落腳喺內蒙古包頭市。喺當地，佢哋開始進行一個更加長遠嘅計劃，重建人生。佢哋透過地下渠道購買身份資料，再重新辦理證件，將過去徹底切斷。楊樹斌變成黃渤，狄鴻傑亦換上另一個身份。而最關鍵嘅係佢哋唔再只係同伙，而係開始家庭化。楊樹斌同狄鴻傑結婚生子，建立一個表面正常嘅家庭結構。張玉良亦長期留喺佢哋生活圈之中，形成一種半依附關係。至於吳宏業則繼續負責資金運作，協助將過去所得慢慢洗白。呢個原本以犯罪為核心嘅團伙，開始轉型成一個以利益同秘密維繫嘅共同體。佢哋一齊做生意，一齊應酬，一齊擴展人脈，足浴店、煤礦場逐步經營起來。表面上佢哋已經完全融入社會，但實際上佢哋之間嘅關係從來唔係信任，而係互相挾持。冇人可以離開，冇人敢開口，因為一旦有人動搖，過去就會全部被翻出嚟。最恐怖嘅唔係佢哋成功逃亡，而係佢哋可以喺同一張飯台上食飯，心入面卻清楚知道對方手上握住自己幾多條人命。時間去到2011年，隨住清網行動展開，對警方嚟講，呢單案最大嘅難度唔只係時間太耐，而係佢哋面對嘅係一個高度組織化嘅犯罪團伙。但正正因為佢哋曾經係團伙，亦成為突破口。負責案件嘅刑警從楊樹斌入手，但佢哋唔只係揾一個人，而係開始分析整個關係網。親屬、舊朋友、可能聯絡過嘅人、資金流向，慢慢發現呢幾個人雖然改名換姓，但某啲關係痕跡並冇完全消失。有人仍然同舊有親屬保持間接聯繫，有人嘅資金流動出現過可疑重疊。呢啲細節逐漸將一條條線重新連接，最終所有線索匯聚到同一個地方。內蒙古包頭市，警方開始長時間部署，但佢哋知道面對呢類人唔可以急，因為只要驚動一個，其餘人就可能全部消失。於是佢哋選擇最原始但最有效嘅方法，逐個鎖定，喺街頭觀察，喺生活圈滲透，喺人群中比對。警方當時帶住一張楊樹斌後生時嘅舊相，揾到咗楊樹斌以前嘅一位小學同學。呢位同學當時喺基層組織工作，對人臉辨識好敏銳。當警方展示楊樹斌化名為黃渤嘅近照時，再同舊相對比，呢位同學一眼就認出呢個唔係黃渤，呢個係楊樹斌。呢一刻唔單止係辨認一個人，而係整個團伙瓦解嘅開始。當主犯楊樹斌被確認之後，警方迅速行動，因為佢哋清楚呢種以秘密維繫嘅共同體，一旦核心崩塌，其餘人等就會失去支撐。最終楊樹斌被捕，而其他成員亦喺短時間內相繼落網。10年前佢哋靠彼此捆綁而生存，10年後亦因為彼此牽連而全部被拖入審判。隨住主犯落網，其餘成員亦相繼被捕。喺審訊中，佢哋承認喺多地流傳作案，先後殺害10名女子，涉案金額達數百萬元人民幣。更令人不寒而栗嘅係，當警方帶佢返到現場時，楊樹斌可以冷靜指出當年分屍位置，語氣平靜，好似日常對話。最終，主犯同主要同伙被判處死刑，其餘成員判處死緩。10個鮮活嘅生命，最終變成下水道中無聲嘅碎片。楊樹斌以為
換個名字，換個城市就可以將過去抹走，但佢低估咗法網嘅細密，亦低估咗因果。比得過先進嘅技術監控，比得過10年通緝，卻避唔過一個老同學嘅眼神。呢種近乎宿命嘅結局，或者就係對受害者最沉重但最真實嘅交代。今日嘅案件解說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個頻道，記得加關注同俾個 like， 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講講你嘅睇法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